皮膚病顯而易見，眼疾症狀明顯，但係消化系統嘅疾病又有咩徵兆呢？膽囊炎、胃潰瘍、肝炎、大腸癌、脂肪肝，你又有冇可能患上呢？根據香港衛生署嘅統計，每100個入院或者死亡嘅病人之中，就有9.5個患上消化系統疾病。腸臟病究竟係咪無跡可尋？預防勝於治療，我哋又有冇方法可以預防呢？接住落嚟，我哋好榮幸邀請到5位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嘅教授，為我哋解答以上嘅問題。大腸癌顧名思義就係喺我哋嘅大腸同埋直腸嘅部分有一個嘅癌症咯。佢嘅病徵咧，通常都係覺得有啲痛啦，或者係出血。亦都咧，如果嗰個癌症生喺直腸嗰度嘅時候咧，有時病人會覺得去完大便之後好似唔係幾舒服，又想再去過咁嘅。大腸癌嘅因素咧，包括咗有遺傳方面嘅，即係話一啲基因嘅突變，甚至乎係家族嘅遺傳啦。亦都咧係同我哋嘅飲食習慣、生活係有關係。我哋一般都相信咧，大腸癌係同肥胖啦、同食煙咧都係有關係。而係男性咧，亦都比女性咧生大腸癌嘅機會咧係高出2倍嘅。通常嚟講，我哋都係話如果食得多啦，特別係脂肪啊、肉類啊嗰啲係多，而蔬菜係少嘅咧，都係會增加大腸癌嘅機會。當然我哋唔可以預防一啲嘅基因嘅突變啦，但係生活習慣方面係可以預防嘅，或者食得比較多啲嘅蔬菜啊，少啲嘅肉類啊，清啲。但更加重要嘅咧，就係參加大腸癌嘅呢一個嘅檢查嘅篩選，因為我哋知道咧，大腸癌唔係由正常一下子變做癌症，而係中間咧係經過一個息肉嘅階段。息肉即係咧好似生咗一粒好似一嚿肉咁樣嘅東西喺嗰個腸嘅上邊。咁嗰個咧都仲未係一個癌症嚟嘅。如果我哋能夠俾醫生檢查，發覺係有息肉，預先割除咗嘅話咧，係證明咧係唔會有大腸癌可以喺嗰個地方發生，咁就大大減低咗大腸癌嗰個嘅機會。我呼籲香港嘅市民咧，就係喺飲食習慣方面咧，可以注意一下啦，減少食啲肉類，食多啲蔬菜，唔好食煙，唔好飲酒，呢啲都係可以減少大腸癌嘅風險嘅。咁並且咧，如果我哋無論男性女性去到50歲咧，我哋就可以去醫生嗰度去做一啲嘅檢查。就算冇病徵咧，醫生都可以幫我哋驗下大便裏邊有冇隱血啦，同埋做一個嘅大腸鏡。如果揾到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及早嘅醫治。又或者如果我哋只係見到一個息肉嘅話咧，割咗之後咧就可以預防大腸癌啦。消化性潰瘍咧，大致上分為2類，胃潰瘍同埋12指腸潰瘍。所指嘅咧就係話我哋嘅胃嘅黏膜受到損傷。其實消化性潰瘍咧有2大原因。第一個原因咧係因為我哋胃入邊有一種特別嘅細菌，叫做幽門螺旋菌。第二個原因咧係一啲藥物，包括咗阿士匹靈預防心臟病或者中風嘅啦，同埋一啲嘅風濕消炎止痛藥。一般人以為生活緊張啦，食咗刺激嘅食物啦，或者煙酒係導致到潰瘍。其實我哋而家知道呢一啲並唔係最重要嘅原因嚟嘅。消化性潰瘍嘅典型症狀咧，包括喺我哋上腹嘅地方有痛啦、乸啦、好酸啦，或者咧有陣時有啲脹痛嘅感覺。有陣時有啲病人會話俾我哋聽，佢係肚餓時特別痛啲，尤其是半夜3更有機會會痛醒。呢個係好典型12指腸潰瘍嘅症狀。肝炎咧，顧名思義就係肝發炎啦。咁一般我哋可以分為急性肝炎同慢性肝炎2種嘅。咁急性肝炎咧，其實最常見咧就係病毒性嘅肝炎啦。譬如我哋話甲型肝炎啊、戊型肝炎啊咁咧，即係食咗一啲受污染嘅食物，譬如一啲未煮熟嘅蠔啊、蜆啊嗰類嘅嘢咧，就會有呢啲肝炎啦。另外一種肝炎咧就係藥物導致嘅肝炎。咁譬如有啲時候我哋食錯藥啊，或者藥物過量啊，甚至有時啲中草藥啊，都會導致呢個肝炎。咁當然啦，飲酒過量都會導致酒精性肝炎。慢性嘅肝炎咧，最常見咧就係乙型肝炎同丙型肝炎。咁呢2個都係病毒性肝炎，佢哋有咩唔同咧？
就係佢哋會留喺個肝裏面呢一段好長嘅時間，咁亦都有機會導致肝硬化同埋肝癌。急性肝炎咧嘅症狀比較明顯嘅，咁好多人都會比較攰啦，咁嚴重嘅時候咧，可能隻眼白會黃啦，小便好深色，好似茶色啦。再嚴重啲嘅咧，甚至可以係有肝衰竭啊、昏迷都可以。慢性肝炎調翻轉咧，就多數都冇病徵嘅，好多人咧其實完全唔知道自己有肝炎，就要驗血先知。當然咧，偶然都有啲病人覺得攰少少啊，間唔中有少少腹痛啊，咁但係一般都唔明顯嘅啲病徵。如果要預防急性嘅病毒性肝炎咧，即係甲型肝炎、戊型肝炎咧，我哋就會提議市民食物之前咧，尤其是一啲海鮮啊、有害海產咧，就要煮熟佢先食啦。乙型肝炎咧已經有疫苗㗎啦，咁喺香港出生嘅嬰孩咧，90年之後出生嘅咧，已經全部打晒嘅。如果再年長啲嘅人士咧，亦都可以去追打翻呢個疫苗，去預防乙型肝炎啦。咁丙型肝炎就冇疫苗嘅，咁但係咧就可以唔好做啲高危嘅活動啦，譬如共用針筒啦，亦都係避免到丙型肝炎。至於丙型肝炎咧，因為佢係90年之後先發現嘅一個病嚟嘅，咁所以喺90年之前曾經話做手術啊、輸血嘅人士咧係有機會染上啦。我想呼籲香港市民就係唔好輕視肝炎啦，因為慢性肝炎係冇病徵嘅，你一定要自己去驗。當你發現自己係高危人士嘅時候咧，就揾醫生去檢查清楚。其實咧，膽囊炎咧就顧名思義就係個膽囊發炎啦。咁點解個膽囊無端端會發炎咧？就係多數咧就係有粒膽石咧喺個膽囊管嗰度塞住咗，令到咧嗰啲膽汁咧冇辦法由膽囊咧流落去十二指腸。咁有分急性同埋慢性。急性咧就係話嚟得好急嗰個病，咁咧同埋咧個病人咧係會辛苦好多。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嗰粒石咧塞到死實實，咁所以咧個膽囊咧就發炎咧就好犀利。咁慢性咧就係嗰粒膽石咧塞住一陣又鬆翻開，塞住一陣又鬆翻開，所以咧嗰個病情咧就會係比較慢性，同埋咧係間歇性會出現症狀。其實咧膽石咧一般嚟講咧有幾個所謂風險因素嚇，肥胖啦，如果係女性嘅風險又會增加啲啦，跟住咧就係話有暴飲暴食啊咁樣，佢短時間入邊咧個體重咧有好大嘅變化，咁有少部分咧係因為咧某種嘅遺傳嘅情況咧，或者遺傳病咧引起嘅。膽囊炎嘅症狀咧有好多嘅，咁但係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肚痛。咁肚痛咧成個肚咧就好大㗎啦，咁就係喺多數咧係喺上腹或者係偏向右邊。咁除咗腹痛之外咧，其實咧膽石咧佢可以引起咧一啲其他嘅症狀，例如咧黃疸啦，例如會發燒啦，有啲緊要嘅咧可能會嘔吐啊咁樣。其實咧膽囊炎如果要預防咧，其實咧就係講緊點樣預防膽石嘅形成。咁如果要預防膽石形成咧，有幾個生活上嘅調節咧係可以幫到嘅。第一咧就係咧唔好俾身體肥胖。因為咧肥胖咧係一個風險因素，亦都咧唔好咧係暴飲暴食。咁暴飲暴食咧就會令到咧嗰個身體嘅體重咧係短時間內變化咧，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風險因素。第三咧就係有啲證據咧證明咗咧多做運動咧係會有幫助嘅。咁呢幾方面咧都會幫到病人。膽囊炎喺香港嚟講咧係好普遍嘅。咁不論係急性發炎啦，又或者係慢性發炎啦，呢啲咁嘅情況咧，都係有好多病人咧有咁嘅問題嘅。如果因為有膽石或者膽囊炎要進行膽囊切除呢一個手術嘅話咧，其實咧呢一個係喺急症手術或者常規手術之中咧，都係非常之普遍常做嘅手術嚟。顧名思義，脂肪肝亦即是肝細胞入邊嘅脂肪積聚增加。一般嚟講咧，有兩個主要嘅成因。第一咧就係話過量飲酒啦，而第二咧就同營養攝取有關。咁一般咧都會同肥胖啊、糖尿病嗰啲相關嘅。咁當你攝取嘅營養過多嘅時候咧，咁啲脂肪咧就會喺個肝度積聚。咁有部分嘅病友咧，甚至乎會因此導致炎症、肝臟受損，而最終變為肝硬化同埋肝癌添嘅。同一般嘅慢性肝病一樣啦，脂肪肝咧喺大部分情況之下咧都係冇明顯症狀嘅，就算有咧都係一啲即係
攰啲啊，或者食慾不振啊，或者上腹有啲唔舒服嚇，咁病人一般嚟講咧都注意唔到有啲咩特別嘅。咁但係到有一啲好嚴重嘅症狀，包括黃疸啊、小便變得茶色啊，甚至乎上腹痛啊、肚脹啊，咁嗰啲一般咧都顯示出現咗肝硬化或者肝癌。嗱，同一般嘅代謝疾病一樣啦，咁脂肪肝咧都係透過生活同埋飲食導致嘅，咁所以要預防脂肪肝咧，最重要咧都係飲食均衡啦，咁同埋健康飲食，亦都要即係定時咁做運動啦。咁喺咁多樣唔同嘅食物之中咧，咁甜嘢啦同埋肥膩嘢咧，我哋都要減少攝取嘅，特別係飲汽水啊或者一啲加咗糖嘅飲品咧，都會係直接引致脂肪肝嘅。咁我哋香港中文大學其實最近做過一個人口普查，我哋知道每4個香港成年人入邊咧就有1個有脂肪肝，情況不容忽視嘅。咁我哋即係會覺得所有市民咧都應該健康飲食，多做運動啦。咁而特別係一啲高危人士嚇，包括有糖尿病啊、肥胖嘅人士咧，就更加需要即係做翻檢查，注意肝臟健康啦。軟件你會定期更新，牙齒你會定期清潔，咁點解腸臟你又唔會定期檢查呢？一日3餐均衡飲食，多菜少肉，唔煙唔酒，減少加工肉類製品等等嘅知識，大家都聽過啦。但係大家有冇跟足指示去做，改變自己嘅生活飲食習慣呢？有病要睇醫生，但係要預防疾病，就必須要由你開始做起啦。